罐，小牛每300罐。新闻讲，对国营事业结合中金，立法院规设署，无论哪个单位一块小到平多，国营事业各工会联络起来，共为行送记录来抗议，讲大牛300罐，小牛每300罐。下处做啲来讲也齐头是平等，也就是无论凡数也无为，结合中金总块拿平多嘅现象。因为又大又细，两位是平多，都共用为300罐。大只嘅是唔饱，小只嘅可能撑坏嘢，还有好处来准功能大大上索。民主社会平等归重要，就像填平次内容嘅，两片爱变到平处，则唔会偏重强。平等，睇民主社会对大三人都共用按重要。理论体发展基础平等，也就是起脚点都共用嘅情形下，大三人都做得接受教育，3万大兵得到行卡赞美成绩，行卡好嘅工作同行卡幸福嘅生活。齐头是嘅平等，讲嘅係13人無論幾3萬嘅，所得到嘅結果，攏同別人共用平多。齊頭上咩啲？齊頭是嘅平等，大牛300罐，小牛每300罐，唔單止唔合理，還會使之多人頭難推破。